过去呢，这个宅港社区呢，它会积淹水，那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这边的社区的一些抽排水的能力不足。那因此，我们在这一次，我们透过内政部营建署争取了5300万元的一个经费，来办理了191米的一个雨水下水道的一个新建。那另外呢，我们还设置了一个3.6 CMS 的一个抽水站体。那这个部分呢，这个抽水站体的设置完成之后呢，将我们的这个社区的积淹水的问题也可以做大幅的一个改善。阮这是因为823水灾了后啦吼。互阮饮水哦，因这百姓是足痛苦的。有这个抽水站了，阮感觉讲应该来吼，会改善到阮饮水的痛苦。地方哦，一寡生命财产可能会较有保障啊。因为阮听讲哦，这是低洼地区啦，平了做大水就大家拢饮水啦吼。经过阮的努力安尼吼，争取市府这个都种100空边的引水源。都地标较紧，都做到今年都安尼好，相信对阮的这百姓财产生命真重要啦，可能会改善足多啦。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学甲区在集水溪以北的社区属于易淹水地区，如宅港、西平寮及学甲寮。每逢短时强降雨，加上地势东高西低，积水无法正常排放，就会导致聚落淹水的情形相当严重。台南市政府与中央携手合作，投入5300万的治水预算，将宅港抽水站抽水量提升，并增设雨水箱涵，把保护标的拓展至全聚落，大幅提高社区防洪抗洪的能力。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其实对于学甲来讲，北学甲是往这个集水溪，南学甲是往将军溪，两边来排洪。那所以说，两边的水系虽然一个学甲，但两边的水系是不一样的。那这边是在北学甲，所以能够在这个下大雨的时候，或短延时强降雨的时候，能够赶快把这个水赶快排掉，那很重要。那尤其当集水溪的水位升高的时候，那应该要把水闸门关起来。水闸门关起来，内水就无法排出去了。那所以说借着这个宅子港、铁亚港的抽水站，赶快把内水抽掉，那就避免我们这个社区来积水。因此呢，这个抽水站是很必要的。那能够有这个3.6 CMS 的这个抽水量，也就是每秒钟能够抽掉3.6吨的水。那这样子对于社区防洪有很大积极正面的帮助，也对于这个水患的减少或甚至于消除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希望说，铁亚港抽水站、宅子港抽水站完成之后，这个地方能够民众能够永保安康。另外是今日欢迎收看3月3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台南地检署侦办台南市正副议长贿选案2号真早结束，起诉正副议长曲丽丽甲林志典等10位。3号上午议会国民党团召开记者会，一方面呼吁民进党赖清德主席爱失去正副议长，另外嘛前往法院申告提出当选无效的诉讼。台南地检署侦办台南市议会正副议长涉嫌贿选案，经过3个月调查，检方侦结认为正副议长曲丽丽甲林志典等10个人涉嫌违反公职人员选拔法定案来起诉。对此，议会国民党团上午嘛召开记者会，呼吁民进党的主席赖清德应该以上悬的道德标准，要求正副议长来辞去职位。和台南市议会重新来改选，才会用符合民众的愿望。呼吁副总统赖清德，你是民进党的党主席，你应该要求邱丽丽、林志展辞去正副议长的职位。过去李全教议长贿选案还没有被起诉的时候，
你就具体进入议会高达232天，你应该要维持你的高道德标准。你是身为民进党的党主席，那也是未来可能是台湾的总统候选人。如果你不维持你的高道德标准，如果未来真的让你当选了，那我们台湾还有道德跟是非吗？我们希望在这一次既然已经做起诉了，那在这个起诉的部分，你邱丽丽跟林志展，你必须要辞掉你正副议长的职位，重新改选，这样才是赖清德你的期待青年执政，不是吗？那你的青年执政在哪里？你当时对李全教，你邱丽丽也好，你赖清德，你是在后面整个做操盘，然后你这一次不用操盘吗？你当了民进党的主席，你变成没有声音吗？接续议员蔡宗浩甲林彦竹嘛特别前往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台南庭来致状，申告台南市议会正副议长当选无效。针对议会国民党团的记者会，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会后嘛发稿来声明，认为伫个无做推定的原则下，人人拢应该被平等来对待。目前等待司法的审判，嘛毋望地方法院勿枉勿纵，赶紧来审理。证据到地就办到地，民进党绝对袂来徇私。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已经行过19天的台湾国际蓝展，3月4号盛大登场，嘛是第一摆由农委会加台南市政府合办的蓝展。展览当中，除了多样化蓝花品种甲造景，今年也特别引进高达12米的恐龙模型，邀请大家伫3月19号进前来后壁佚佗看蓝展。2月23，台湾国际蓝展3月4号盛大开幕。今年总共5万丛的蓝花造景，搭配现代科技的光影灯变化，相当美丽壮观。5大展览当中的主题馆，除了展现多样化的蓝花品种，并且第一摆大手笔甲恐龙测定单位合作，引进4只1000万年前高达12米的恐龙模型，要来带游客认识蓝花起源。同时，今年嘛是第一摆由农委会甲市府合办，市长委托伫农粮署蓝花产销发展协会甲这些贵宾陪同，邀请大家3月4号到3月19号来后壁看热闹。农委会有布置了这个蓝展的吉祥物，叫做这个 Orchisaur， 就是兰花跟恐龙结合在一起的兰花恐龙那今年的我们台南市政府也制作了，因为蓝展的展期有横跨白色情人节，也制作了这个应景的白色情人节的花卉一方面花本身是白色的，另外一方面上面有这个印上这个心形爱心，所以说也很适合在白色情人节里面有情人互送作为礼物。迎接台南400档，今年台湾国际蓝展嘛第一摆呈现台南400难得有心人的限定蓝花，配合3月14号白色情人节，现场有艺人徐伟莹送予市长黄伟霆。然后提前呢送上这个难得有心人，然后祝市长白色情人节快乐。这次的掌声鼓励好不好？行过19档的台湾国际蓝展，主要是世界3大蓝展之一，每一档吸引10几万人参观，嘛创造真水的外销成绩。其他今年再创新高，嘛互世界看见台南伫农业甲蓝花先机顶面的实力。台南新闻顾文吉采访报道。2023年台湾国际蓝展4号正式登场，市长委托伫宣传会中，却以导眼龙的造型出现，互真侪人关心到底市长的目睭安怎？结果就是伤忝生目高尖。台南市长委托出席2023年台湾国际蓝展宣传记者会，以导眼龙的造型出现，原本也准讲这款装扮是有甚物效果。其实是市长最近有熬夜，伤忝生目高尖吗？
伊和暗时紧急看医生，医生建议加休困打纱布防止感染。不过市场行程嘛是满，接续个广告满道甲地方青龙做伙来宣传优惠贵并文旦产业。记者访问时嘛，借此提醒大家注意目睭保健，身体第一。这个就是自己健康的重要了哈，就是有时候我们太忙熬夜哈，或者太晚睡，有时候就免疫力就下降，就长针眼了哈。真的不是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哈，真的是这个是熬了不该熬的夜哈。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说大家把自己身体健康摆第一位，没有健康什么都没有。其中有一条都来替地方农产业代言，也要带领9间餐店的厂商等农产代表队出国到日本参加3月7号东京国际食品展览，所以希望出发之前赶紧将目睭治疗好，为台湾农业开拓国际通路。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一度的乐活昆士湾将伫3月18、19两天展开。今年伫昆士的主场，除了有音乐表演、有闯关游戏、甲派档故社市集以外，嘛首次推出独木舟游湖，加上甲亚洲餐会合作推出美食飨宴，让民众逐当拢感受无同款的体验甲好滋味。讲到台南市南区的乐活昆士湾，由在地总铺仔所主持的风味餐宴会，一直是民众喜意的传统道菜。今年2023年同款澎湃推出，另外要让民众享受好滋味的，也有甲亚洲餐旅合作的餐道菜，透过创意，让大家认识无同的料理。今年已经迈入第14档的活动，伫昆士的主场有龙山市主要大力支持甲地方拥有的道理。南区区长表示，拥有滨海资源的南区，今年首次举办独木舟游湖，让民众近距离观赏在地生态。今年昆士湾活动就主要以海洋的元素来做一个设计哈，那把这些设计融入活动跟游戏当中。那其实，在舞台右手边，你们可以看到有独木舟，这个是我们今年首创，跟我们雅果游艇国际公司来做一个结合。我们都知道，我们狮昆生昆生湖那边有非常漂亮的红树林生态。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游湖，让我们的游客可以近距离的来观赏我们狮昆生的一个红树林。这边咱的活动内底温头也有。迄个街舞的表演啊，也甲迄个健美，迄天较来看迄个十步查某的健美，体格是有够水，真正足水，迄要请人出来无遐简单啊。公司表示，不只有水上游艇、陆上游览，更是逐档都是人气强滚。不过相关游艇活动名额有限，民众要报名，卡手得要紧。会中民政局长嘛代表市长到场，邀请大家3月18、19两天拢来参加，用下地方产业甲宗教文化乐活昆士湾。这个活动有18、19两日嘛，内底有食也有掠，希望讲大家拢共同来参与。咱知影讲这3个区的这3个部落这所在是有文化，有美食。佮有宗教这寺庙叫宗教所以咧，迄个市政府对这个活动也非常重视啦吼。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台南市烹饪工会长期以来支持公益举办年菜义卖，并且将这成款捐予水福义治中心，作为因照顾的经费。今年开春，烹饪工会嘛特别为水福天赛准备了餐点甲捐款，场面相当温馨。感谢状给我们。中村健康素食餐饮有限公司总经理，也是台南市烹饪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张宝仁，以后中岛带领真侪工会理干事以及会员，做伙来到水福义治中心关怀者万杯天赛。除了早来美味的餐点以外，也特别准备了5万块的善款。要来捐赠予水福义治中心，出钱佮出力付出，使人感动。非常感谢台南市烹饪商业同业工会，今天呢特别
带了好多的美食到我们中心来，让我们的大小朋友可以享受这一份的美食，这份的爱心。然后商会同业工会呢，其实不是只有今天，他们经常像丰州啦，像美之城啦，它也是不定期的也都会到我们这里啊，就是跟我们分享，跟我们同乐，真的非常的感谢理事长所带领的这个工会对我们所做的一切。结合工会一个理念相同的人，做伙做爱心。希望借此唤起社会大众对着弱势关怀。理事长张宝仁也特别感谢中立大餐厅于晨美月常务理事用心制作爱心餐点。台南市烹饪工会这一次主要来瑞富爱心赠餐。那因为瑞富在地已经50年了，对我们的弱势的团体，他们都很照顾我们的小孩子。那所以烹饪工会这一次准备了100多个餐点，还有一些现金来捐助，来帮助瑞富。希望能够抛砖引玉，让社会上更多的公益资源能够来帮助瑞富的大朋友小朋友。随后一直中心伫咧民国63年成立，至今已经将近50档，服务发展trí範婴幼兒、心智障礙甲多重障礙人士的日間照顧機構，積極提供個別化教學、訓練、復健等服務。希望這萬杯天使會當發揮潛能，增進獨立照顧家己的能力，並會當融入社會。參與社會生活，因為有人的所在就有愛，有愛的所在就有希望。台南新聞張碩偉採訪報道。大台南小黃公車持續擴大服務，今年拓展到白河，嘛是台南市第21條小黃公車3號通車典禮，市長吳偉鐵親臨主持，甲當地鄉親參照辦喜事，同款歡喜。白河區是台南市上早規劃小黃公車服務行政區域之一。原本已經有4條小黃公車服務，但白水溪甲中溪以東的四四圍、牽仔頭、中州、土庫等所在，當年無公共運輸服務。居民若是要使用大眾運輸，需要行路10到40分不等，是相當的無方便。以前阮是攏用行路的啦，即馬有小黃公車，有政府有這個特徵，咱市府有這個特徵吼。是真好啦！以前客人家伤地人嘛无爱载啊，系啊，你坐小黄公车就较俗啊。我们这是偏远地区，然后已经从来没有公车开进来过。小孩子上学有一些都是需要阿公阿嬷这样子带，所以说小黄公车进来，然后便利于长者出入，然后小孩子的那个上下学很有帮助。为解决当地居民当年无公共运输的困扰，市府今年上新开辟小黄公车黄十支2线，就是为了补足这块缺口所设立。这是台南市的第21条小黄公车了，那也是我们白河大信义区我们第1条的小黄公车就是从白河启动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交通部公路总局的支持。能够让我们台南市比较偏远的地方，台南市幅员很辽阔，比较偏远的地方，它的小黄公车都能一条一条的启动，让偏乡得到行的便利。2、1，请启动！大台南小黄公车白河区黄十支2线正式上路。交通局长王明德表示。黄十支2营运方式，甲其他的小黄公车相同，每天提供3班往返的固定服務，由白河站出發，經過西勢圍、牽頭里、當地宮廟以及地方活動中心，路線全長7.4公里，駕駛時間大約是25分。坐這班車到白河站，就會當轉乘其他線的公車，以滿足交通轉乘的需求。台南新聞張碩偉採訪報道。一名52歲女士因為雙手關節痛痛而且變形，長期食止痛藥也是無法度控制。經過成大病院診斷是退化性的關節炎，後來經過新的血管清除手術，一步一步降低痛痛，嘛提升枕頭的活動。成大病院介入性醫療中心的主任王博表示，一般手指的退化性關節炎的治療。大部分都是靠藥物來止痛甲消炎，不過近期的研究發現，慢性的關節炎痛痛
甲异常新生的微血管有密切的关系。因此，透过动脉灌注微血管的清除术，嘛是一种新的治疗选择。动脉灌注微血管清除术，它应用于这一种退化性关节炎。它的原理主要是，当我们的关节有一种慢性发炎的状况下呢，它会产生一些紊乱增生的微细血管。那这些微细血管对于我们是关节形成慢性发炎的一个原因。那我们借由注射药物来将这一些不正常的血管做一个清除，做一个栓塞，就可以阻挡我们这个慢性发炎的状况，然后呢，也可以阻断这些跟这些紊乱增生血管伴走的一些疼痛神经，所以它类似有一点神经阻断以及抑制发炎的效果。王博医师表示，这种动脉灌注微血管的清除术的止痛技术，是透过 X 光的透视加动脉血管摄影。使用微导管经过手部的血管注入去手部温和的栓塞药物来治疗，降低痛痛神经的刺激，加减缓局部发炎的反应。目前使用伫个手指加手腕退化性关节炎的痛痛治疗。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那但是对于这种包括红豆绿豆若啃久无好食，毋过单调个可惜。为伫做赢社区关怀据点的志工，得收集一寡过期的豆仔甲白米，甲长辈来做种子拼图，不止真趣味，嘛训练长辈手脑并用。这个是白米哦，我们现在要放在白鲳鱼的头部哦。来，我们来放一下。志工将白米、红豆、绿豆还有蔬菜的种子一一拿给长辈，要做种子拼图。先在纸盘上沿着事先画好的鱼外形涂上一些白胶，再把蔬菜种子撒下去，抖一抖，鱼的外形就出来了。做好不好做，会不会很困难？不会，可是很好，豆都很小呢。不要紧啊，就很像啊，就很漂亮了。长辈啊，动脑，才不会这个脑部退化。这逼着对这个长辈啊有益的健康活动，很棒。接着再把颜色深浅不一的豆子放在鱼的头部、身体和尾巴，一样用白胶粘起来。漏掉没有粘好的，长辈可以用手拿起豆子把它补好。红豆、绿豆放的位置也可以不一样，长辈也可以大胆的发挥创意，做出不一样的鱼。红豆是尾巴，绿豆呢？绿豆是它的中间。我会给我们孙子说，年年有余来了。还可以吧，年年有余。打几分？他说98分。种子有菜的种子，还有我们的白米，还有我们的薏仁、绿豆跟红豆，那还有我们的咖啡豆是我们的眼睛。这样做出来，长辈回去就会很开心，而且有可以让他们动动手。这些豆子和米都是放久了煮不烂，或者煮起来不好吃，丢掉太可惜。志工才发想模仿沙画的画法，收集这些颜色深浅不一的五谷杂粮，还有蔬菜种子，做成创意拼图，可以加强长辈对这些豆子的认知能力，也训练手指的小肌肉和发挥创意能力。这个部分可以训练长辈的认知，让他们知道说这是什么的种子，所以是认知。然后还有帮助他们的小肌肉，因为他们会用种子去把鱼给把那个种子把鱼的身体给架构出来，所以可以让他们训练他们的手部的小肌肉。一些可以煮来吃的豆子，如果放太久的话，也会就太干燥，它会不好煮，比较不容易煮开啦。那他们就想要说，这个可以让长辈来练习，就手眼协调。他把那个豆子透过手指的运动、手指的肌肉运动，然后把它粘成一幅画。在长辈动手动脑之下，一张张象征年年有余的鱼完成了，而且是用各种不同的豆子种子拼成的，更有五谷丰收的寓意。长辈们都很开心，又完成一项创意的作品。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感谢收看3月3日中间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